苗圃百福第一課，口出恩言，認識兩個世界，祝福連連。第6天，以弗所書4章29節，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，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聽見的人得益處。以弗所書4章29節，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，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聽見的人得益處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提升我的口，不出污穢的言語，並能說出建立造就人的話，使別人得益處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有從神而來的智慧，隨時隨地我都講出積極正面的說話，我大有影響力，一切負面的說話都遠離我。阿門。